各位業界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日我哋會深入探討香港餐飲業嘅基石——食肆牌照制度。我哋會為你全解釋坊間俗稱嘅大牌同細牌，幫你做出最精確嘅商業決策。呢個唔單止係法規要求，更係決定你業務規模同經營模式嘅關鍵。我哋會以專業、權威嘅角度，為你剖析呢兩種牌照嘅核心區別同實質影響。首先，我哋由牌照嘅基礎概念開始講起。喺香港，食肆牌照係餐飲業務嘅入場券，由食環署簽發。呢套嚴格嘅牌照制度，核心目標係確保所有餐飲場所都符合最高嘅公眾衛生同安全標準。我哋一定要明白，牌照唔係形式，而係對消費者健康嘅承諾。坊間常講嘅大牌同細牌，其實係普通食肆牌照同小食食肆牌照嘅俗稱。接下來，我哋就嚟睇下呢兩種牌照嘅具體定義同區別。我哋首先嚟睇大牌，即係普通食肆牌照，呢個係最具彈性嘅餐飲許可證。大牌嘅定義非常寬泛，佢允許持牌人配製同售賣任何種類嘅食物，冇任何烹調方法嘅限制。咁即係話你可以進行快炒、油炸等所有複雜嘅烹飪工序。大牌賦予你最大嘅經營靈活性，令你嘅菜單設計可以隨心所欲，適合中菜館、西餐廳、火鍋店等提供全面服務嘅餐廳。而家我哋了解咗大牌嘅廣泛性，接着睇下同佢相對嘅細牌。相比起大牌，細牌即係小食食肆牌照，則有明顯嘅限制。細牌嘅核心精神係簡單同低油煙，佢限制咗持牌人只可以使用較為簡單嘅烹調方法。呢類牌照非常適合咖啡室、甜品店或者三文治店等輕食業務。由於烹調工序簡單，細牌對場地，特別係廚房面積嘅要求相對寬鬆，呢個降低咗初創或小型餐飲業務嘅門檻。但請記住，細牌喺烹調方法上係嚴格受限嘅。呢個就引出咗我哋第一個核心區別。烹調方法嘅限制係區分大牌同細牌最關鍵嘅要素，無之一。大牌即係普通食肆，喺烹調方法上係完全冇限制嘅，你可以隨意進行快炒、油炸等高溫複雜嘅工序。但細牌即係小食食肆，則只可以用烚、燉、蒸、燜、煎呢5種簡單嘅方法。請務必注意，細牌係嚴禁進行油炸同快炒嘅，呢個直接決定咗你嘅菜單範圍。呢個限制唔單止影響菜式，更影響咗後續嘅廚房設計同排煙系統要求。上一個區別講完烹調方法，而家我哋嚟睇第二個核心區別，就係食物室嘅面積要求。呢個係硬性規定，直接影響你嘅選址同裝修成本。大牌即係普通食肆，法例要求一定要設置獨立廚房。呢個意味住廚房、配製室同洗滌室嘅總面積必須佔總樓面面積較高嘅比例。呢個係為咗應付複雜嘅烹飪流程同大量食材處理。但細牌嘅要求就寬鬆得多，因為細牌只允許簡單煮食，所以對食物室嘅面積規定唔嚴格，但讓令到細牌特別適合嗰啲店面較細、資金有限嘅初創業者。所以你一定要先確定你嘅廚房面積係咪可以滿足大牌嘅嚴格標準。接下來，我哋會探討呢兩種牌照喺經營彈性同複雜性上嘅根本差異。除咗烹飪方法同廚房面積，經營彈性同複雜性係決定你未來發展嘅關鍵。大牌嘅優勢在於高彈性，你可以製作同售賣多元化嘅菜式，隨時調整菜單，應對市場變化。但係呢種彈性亦帶嚟咗高複雜性。大牌嘅申請難度極高，涉及通風、消防、廚房規格等多個部門嘅嚴格核證。相反，細牌嘅彈性較低，你嘅產品線會受到簡單煮食嘅限制，只可以專注於輕食。但好處係複雜性低，細牌嘅申請門檻相對較低，審批流程較快，非常適合啱啱進入餐飲業嘅經營者。所以，你一定要權衡你追求嘅係經營嘅廣度，定係申請嘅便捷性。而家，
我哋會進入決策階段，討論點樣根據你嘅業務模式揀最合適嘅牌照。既然我哋已經了解咗兩者嘅核心區別，而家就嚟講下點樣做出正確嘅選擇。選擇牌照嘅過程，其實就係評估你嘅業務模式同經營場所。首先睇業務模式，你嘅菜單設計係關鍵。如果你嘅菜式涉及快炒、油炸等複雜工序，你就冇得揀，一定要申請大牌。同時，你要明確目標客群。你係想提供全面嘅正餐服務，定係專注於輕食快餐？其次，評估你嘅經營場所，場地面積係硬指標。你有冇足夠嘅空間去設立符合大牌要求嘅獨立廚房同通風系統？同時，樓宇條件亦都好重要。舊樓嘅結構、消防同排污系統可能難以滿足大牌嘅嚴格規格。總之，揀牌照唔係揀最好嘅，而係揀最適合你現有資源同未來發展方向嘅。最後，我哋用一張總結表嚟清楚咁對比呢兩種牌照。呢張總結表清楚咁呈現咗大牌同細牌之間嘅所有關鍵差異。我哋可以睇到，大牌嘅優勢係食物種類同烹調方法冇限制，呢個賦予咗佢最高嘅經營彈性。佢適合嗰啲追求多元化、提供全面餐飲服務嘅餐廳，但代價係廚房要求高，申請複雜性亦高。細牌則啱啱相反，佢喺食物種類同烹調方法上受到嚴格限制，經營彈性較低。但佢嘅優勢係廚房要求寬鬆，申請門檻低，適合咖啡店、甜品店呢類輕食業務。所以，你嘅決策應該基於你對烹飪複雜度、廚房面積同申請難度嘅綜合考量。希望呢張表可以幫到你做出最明智嘅選擇。多謝各位嘅聆聽。我哋今日詳細分析咗普通食肆牌照同小食食肆牌照嘅分別，包括烹飪限制、廚房要求同經營彈性。請記住，本簡報嘅內容係根據食環署嘅指引製作，僅供參考。餐飲牌照嘅申請涉及好多細節同不斷更新嘅法規，所以我哋強烈建議你喺正式啟動項目之前，務必參與食環署嘅官方網站或者諮詢專業嘅牌照顧問，確保你嘅業務由一開始就符合所有法律要求，先可以穩健咁發展。多謝大家。